常高兴我们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一起同一时间一起来敬拜上帝。邀请你将你的手机转为震动或转为静音，也邀请在每一位在荧光幕前的弟兄姐妹，邀请你，当我们能够一起来观看这个直播的讲道的现场，也期待你预备你的心，将你身边会影响你聚会会影响你敬拜神的，先将它放下或转为静音。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安静心来敬拜上帝。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感谢天父带领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用一颗与主你亲近的心，好叫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领受更丰盛的恩典。感谢主，让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心不仅有喜乐，我们的心也因为能够与主你面对面，能够遇见神，我们的生命也要从此再一次不一样。愿神再一次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让我们一起聚集在神的面前，不仅是用欢唱、喜乐、赞美的声音来荣耀神，我们更乐意从你的话语来领受更多生命的智慧，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跟你旁边的人说，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里面领受丰盛的恩典。我们一起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在他的真理的话语教导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不仅要学习遵守他所教导我们生命的律法，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自由、喜乐、平安的生命。每一日对我说话，你生命的话语，显明你心，亲爱生命，叫我生命知道，开我眼，使我看见，提升我的灵，使我欢唱你的话，使我能再次拥有新的生命。我需要你生命的话语。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再一次来唱这首歌，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他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领受更丰盛的恩典。主每一日对我说话，你生命的话语，显明你心，亲爱生命，叫我生命知道，开我眼，使我看见，提升我的灵，使我欢唱你的话，使我能再次拥有新的生命。我需要你生命的话语。求主开启我们的眼，开我眼，使我看见，提升我的灵，使我欢唱你的话，使我能再次拥有新的生命。我需要
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求神的灵来充满我们，让他的圣灵来感动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因为他的话语，能够再次拥有新的生命。我们相信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要行那奇妙的计划，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能够得着那丰盛的应许，是在福音里面重新得力的生命。主啊，我们要恳求你赏赐我们丰盛的智慧与能力在我们身上，我们不畏惧生活课业的困难而对生活感到惶恐与不安，我们反而要因为我们与主你的关系更亲近，我们要如鹰展翅上腾，对生命看得更远，为你走的道路我们要走得更丰盛，别人也要因为我们的生命的不同，也要被你的爱所吸引。我们献上我们对主你信心的宣告与祷告，恳求你让我们的生命更显明神的荣光与美好的形象。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我们基督徒一起用奉献的行动，为要能够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美好祝福。我们用奉献来回应神，是因为上帝给我们很丰盛的应许，是让我们在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荣耀他。所以当你在神的面前，你能够奉献给神，代表的是你是一个在神的面前要做一个好的管家，也是神丰盛祝福的儿女。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牧师也邀请你去找就近的教会，将你的奉献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相信都是非常美好的。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奉献我们生命的所有。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请坐。这时候牧师要来分享来介绍我们教会的消息报告。在我们教会在
明天主日我们是牧师要去到南台教会请安募款，那我们当中也会有苏崇仁牧师来做信息的分享，邀请各位当我们有非常棒的牧者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美好的信息，也期待我们能够善待牧者，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一起领受生命的祝福，也期待我们一起为大桥教会的还款的工作，我们还在进行当中，也期待我们一起来关心当我们跟神求，期待我们也能够关心教会，我们也要为自己来祷告，说神啊，求你赐给我们更丰盛，不管在工作、在生活里面有充足的资源，有充足的金钱来奉献给你。我们在本周日会后，我们小组正常聚会我们请各位弟兄姐妹能够继续在生活当中透过小组，透过彼此的关怀，能够做生命的培养工作也非常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参加我们近期国小、初中还有高中、大学的学子他们在进行期末的考试，那大学生可能已经考完了，然后那我们也请继续为他们的专心的预备的这些考试的工作来代祷。我们相信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学生能够在读书里面要有好的果实来荣耀上帝，非常重要那我们也为我们在暑假期间7月3号到6号我们教会有举办这个暑期儿童营。我们这一次的生活营是暑期的生活营这个孩童的营会是同来探索踏上信心之路。那期待能够带领每一位小朋友能够一起在成长的路上，能够有信心的在学习，还有在生命教育上面能够做一个勇敢的勇士那我们费用非常便宜300元，也期待这些都属于这个材料费啦也期待每一个孩子在我们当中能够得着生命的祝福。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智慧人的口。那你会发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难就是讲话，有没有？你觉得讲话容不容易？不容易有些时候我们不容易，然后也不知道该讲什么，我们就会选择不如闭口不谈，闭口不讲。那其实人的言语当中它是带有非常重要的能力不管是你会不会讲话，人家问你，你也要懂得回话。怎么回话能够表达我的心情？怎么回话能够让对方明白我的感受？所以每一个人讲话里头，每一个人的话语都是带有能力的，带有力量的。那么我们要在合乎真理，又要能够富有智慧，我们一定要有非常诚挚的生命，你才会讲出让人感受到你有正视我的问题，或者是你有心想要介绍你的生命给人家认识。所以我一直觉得有智慧的智者，他的说的话必须要能够充满温柔，而且能够让人能够接受，甚至呢对人要有帮助，甚至就像我们常讲的，说出造就人的好话。那容不容易？不容易啦所以我们期待今天我们透过圣经的功课，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讲话如何来祝福更多的人所以跟你旁边的朋友说，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我的口，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我的口。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传道书10章12节到15节，说智者口出恩言，愚人的话毁灭自己。那愚人开口是愚昧，闭口是邪恶狂妄。愚人高谈阔论，其实无人知道将来的事。人死后，谁能告诉他世间的事呢？愚人因劳碌而精疲力尽，连进城的路也认不出来。那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愚昧谈论到的是一种无知，是一种无知的话，对人、对事、对自己是没有帮助的。那邪恶，我们看到第13节，愚人开口是愚昧，闭口是什么？邪恶狂妄。邪恶狂妄呢，代表是动机不单纯所以呢，他所说的话不仅怎么样，不受约束的话语，你很难去掌握他到底要讲什么甚至呢，对人、对事、对自己是具有破坏性的，他不知道。所以其实这样的人，我们期待自己成为一个像愚人一样吗？应该不会喜欢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知道智者口出什么？口出什么？恩言。好，那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讲话能够带有恩典，甚至带有感恩，甚至让我们的话语是带有祝福的？我们知道有一句话说什么？言多必失。好，但是我觉得言多也不见得会有失误了。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怎么样让你讲话是有条理，而且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牧师当牧师以来我就发现我的讲话真的是一种考验。我原先是一个不太会讲话的人牧师也时常介绍我就像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同工一样，某一位同工憨厚老实，然后不太会讲话。我从高中一直到大学，我一直都是如此，所以我一直很希望自己能够侃侃而谈，然后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能够去问话当中去得到我想认识的人，我想知道的事。所以在那过程当中，我一直在跟神祷告，我要怎么让我所讲的话不要产生失误，然后能够得着上帝的喜悦。那我在圣经里面我就看到了箴言第10章19节，里面谈到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好，那禁止嘴唇在是什么意思？是禁止我们不要讲话吗？其实不是，是禁止嘴唇不要去讲出不好听的话。所以呢，最近我的孩子他不仅是讲话而已，他现在是动手了。那动手可能做一些不雅的动作啦，甚至对人做一些不好的伤害啦。我就发现说，主啊，赶紧教导我，让我有圣灵的感动，如何教导我的孩子。所以我就开始去想跟他们分享说 ，Hello， 现在你们的一些权益没了，你们已经没有该有的权益了。现在爸爸希望你们开始好好的生活，好好的面对你们自己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外在的东西已经捆绑住他们的心灵，他们忘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孩子有很多电视很多媒体的东西，真的不要让孩子碰太多。好，现在牧师已经发现那个严重性是越来越明显。那我经过了2天，今天特别跟我的孩子讲完禁止之后，下午不一样我那个哥哥突然间又动手了，然后我也没有马上做责罚了，我就说，那你觉得什么样会更好？他没有做一些不雅动作了，可是他已经开始怎么样？他还是有讲那些不好听的话，只不过那个不好听的话没有先前那个更严重，因为他没有动手嘛。我们知道，只要动手就比较麻烦，在外面的社会也是这样，他只要动手就有可能要被抓去关了。好，再怎么样就是不要动手。可是问题是，他还是有讲一些不好听的话，那这不好听的话会怎么样？还是会对自己带来伤害。所以其实我觉得禁止嘴唇，它的意思不是代表不要说话，而是人家不了解你的时候，人家等待你去给予做回应的时候，如果你连讲话都不讲话，会不会带来危险？会不你想啊，我在问你，你为什么都不讲话？他会生气不是说你不要讲话就是好事呢，你一定要有智慧。所以跟你旁边的朋友说，我们需要神的智慧，我们需要神的智慧。我们有神的智慧，我们会知道我们要如何来控制我们的嘴巴，控制我们说话的分寸，甚至我们容易在我们讲话当中去约束我们自己，而让我们所讲的话语会产生有智慧的表现。所以我时常在观察每一位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或同工，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所讲的话语。所以反而我们不是去告诉他你这样子做对或不对，我们要讲的是该怎么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个寓言有一个寓言故事这样说：有一天他遇到这个旱灾有一只乌龟，它几乎已经活不下去了，它自己又无法这样爬到这个水源的地方。就在这个绝望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大雁的飞鸟飞过来，然后他就说：拜托，麻烦你可不可以载我到湖泊那边去啊？这个大雁一口就答应了，就用嘴巴叼着这个乌龟就一路往前飞不知道飞了多久呢，乌龟不耐烦了，
就说：“你到底要把我带到哪里呀？”那问了好几次啊。那这个大雁它都没有回答。我们知道这大雁就是把它咬着叼住嘛，在飞翔嘛。那乌龟又再次问哦，说：“你告诉我，到底你要带我去哪里？”这大雁最后只好开口了，他讲话了。可是还来不及讲话的时候，这个乌龟就怎么样？就掉下去了，结果就摔死了。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寓言故事。可是实际上，这个寓言故事它在表明什么？开口说话就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啊。所以我也在想，基督徒在我们讲话的内容上面，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们所讲的话，如果漫不经心，甚至漫无目的，也没有目标，也没有想法，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人家随便问，你也随便讲；人家随便问，你也不懂得怎么样有正确、有好的方式来去说明。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台湾这阵子这个礼拜牧师在看我们的这些媒体，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人是在被愚昧的人所讲的话语里面，怎么样被套牢了？哇，好危险呐！他们不晓得自己在跟什么人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说话的影响力非常大，我们更需要留意小心。那么也有人会讲说，那是不是我说话的次数跟我说错话是成正比呢？我再讲一次哦。说话的次数是不是因为我们说错话成正比，所以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不要讲？其实不是这种意思。好，这不是一个数学问题，它的重点是在于如何约束自己。牧师要讲的是如何约束自己，如何说话，那帮助我们所讲的话能够让伤害减到最低，而且能够为人带来祝福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学一些有一些管理企业家，甚至一些非常棒的人，他的生命为什么可以带来那么大的改变跟祝福？我觉得是一定有他的原因好，那个 PPT。好，商业周刊执行长这个郭奕霖，他曾经在一篇的文章里面谈到说，一个人的职场品牌是如何被形塑出来的？除了专业技术力之外，就是一个人所发出的话语啊。他在讲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哦。一个人在职场上工作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了，你会被形塑出来你的工作的品牌我们从你身上可以看出你的工作品牌是什么，不是你的专业而已而是在你所说的话了。所以我牧师我们在礼拜四有一位姐妹就是她刚好今天没有来这位姐妹呢，她本身我就问过她说，哇，为什么你的老板这么好，你怀胎啊还可以在家工作原来是她的老板她的老板在很多行政能力上是非常缺乏的。那在讲话方面她也是不知道怎么跟她沟通，可是她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那这个姐妹呢，她是能言善道当中，她懂得怎么样帮助她的老板，把她的工作是在会计的工作上面把它做好，所以她的老板信任她，而且是重金是聘她来做这份工作。所以我就觉得不错哦，这就是这个郭奕霖女士她所说的，职场的品牌如何被形塑出来，不是专业技术、会计能力，而是在于她自己会怎么说话。所以我一直觉得，也有人曾经跟我讲说，牧师，你现在几岁啊？我说我现在40几岁，45岁。可是每次我只要讲到我的年龄以后，大家都会讲一句话，会说，你这么年轻啊，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会那么会说话？我就说不是我会说话，是神给我们的智慧，甚至勇气、信心，帮助我们知道什么是该说的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他所说的这个文章里面，他谈到言语的力量远超乎想象的大，因为它不是反映出真实的现象，而是能够创造真实啊。好，我们要知道我们讲话不是只是单纯讲一个真实的事情，讲说我怎么了，
他怎么了，不是讲这个而已，而是我们要怎么把我们的话语去带出创造真实性。上个礼拜天我们姐妹我们有一起去参加这个募款的工作，在那间教会当中，我们也遇到我们的同事，对不对？可是，在同事当中，你会发现，当同事认识你之后，原来你在这一间教会，你们的教会也因为有募款的工作，也因为建堂的工作有这个需要。当在那当中，你可能开始，你跟他的关系里面就会有变化，我们就会善加运用说，哇，我这现在才知道，原来你在某一间教会，那你们教会有这个需要，神就会希望透过我们的话语做什么事情？做传递的工作。所以牧师，我曾经，当我们在募款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只有台南中会，牧师也去过台北，去找我的同学，去找我们的朋友，就是透过我的话语来告诉他们，不是真实的现象教会的需要，而是我要创造出一个真实，让他们明白，这是属于我们大家的教会。大桥教会不是我们在大桥聚会的弟兄姐妹的教会，而是每一个人，这是上帝的殿。所以我要如何去创造这个真实？我一定要有智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要跟人传福音，带领人来到教会去认识我们为什么来教会的好，当然我们就要创造出我们讲的话语里面，让人感受到，你的耶稣跟我的耶稣有没有一样啊？对不对？如果不一样在哪里呀？是生命的问题，还是我们的耶稣会变相？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底我们的福音的本质是，我们不是反映出、讲出我们的耶稣跟你的耶稣都是单纯，他就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为我们死，但是跟我们的生命是没关系的。所以讲话里面太重要了。他提到看一个人怎么说话，是很有效的个人品牌的侦测指标了。他提到，因为这是一个人的起心动念，更是一个人的价值观。不知不觉中，从口中说出来的话，将一字一句的堆叠出一个人的样貌。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一个群体当中，你期待自己的生命能够不一样，那你就要好好的从你的话语去带来改变。这阵子我曾经有遇过，我的妈妈我的母亲，她最喜欢，每次只要跟我的爸爸在吵架当中，她习惯性的会说我要去被出去死啊！我记得我小时候都时常这样，我妈妈就说：好啦，你如果这样子那不我来死也好啊。然后我妈妈是真的有行动的哦，她会去，她说她要去铁轨那边，然后她就会把我妹妹带出去哦。然后我心里面就会好害怕、好紧张。为什么我的母亲要用这个话语，好像是威胁，然后带来让人恐慌？所以在那当中我就看出，这个妈妈她所讲出来的话，这个字句里面堆叠出这个人，他是没有办法去解决他所遇到的问题。那如果他可以讲好一点，会不会更好？一定会。所以我就在想，我们人的讲话太重要了。所以这个文章当中，他讲到4种人，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种，说坏话的人，你好好想看看，有些时候我们会不会说坏话？坏话是什么？说坏话多于好话，他重点在讲这个了。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说的坏话，是想的事情，会看到事情的结果，我们会不会时常会讲坏话，多过于讲好话？透过说人坏话高抬自己，有没有？有些时候好像有人也是会这样，因为他自己没有信心，因为他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他见不得别人好，宁可说别人不好的，来让自己的地位、让自己的身份能够被抬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要说这些话语，甚至我们有这样子的行为，我们要想，我们是不是说坏话的人？第二种，他说假话，这种人很会说场面话。层层的华丽的包装之下，可是却没有几分真心可是你问他他说你讲的是真话吗？是真实的吗？他会说真的可是实际上你会看出这不是真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假话的人他们是有这种行为。第三种，说真话的人，
这种人是什么？直来直往，他会期待与人交付真心，却常常用自己的角度出发，缺乏同理与共情的态度。好，那这种人有分很多种，有些人他是正处于会跟人家一起面对，可是他没有办法同理；那也有人是会同理，可是他没有办法陪伴他跟着别人走。所以这种人很多。好，那像我妈妈，我觉得我的母亲比较像是第三种。好，你会跟她讲说：“妈，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讲话，太直了？”她说：“不行，我不能不讲啊。”我说：“对了，但是你可不可以稍微体谅一下，到底为什么这个人他为什么会这样？你可不可以不要讲得那么直接？你可以等到你先体会他的心情，先体会他的所遇到的问题在哪里，之后你再来讲这些话，或许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说直话、说真话的人不是不好哦。”他们已经进入，至少他不是说坏话，也不是说假话，他知道人的需要是什么。可是他如何让他的讲话能够更好，就是第四种，要说好话的人，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智慧人的口。所以说好话的人是什么？是境界最高的。他们深知到言语可以造就人，也可以毁灭人。所以我们的老师，主日学老师。你相信你讲的话是可以造就孩子的吗？你相信你的做母亲，你的话语是可以帮助孩子的吗？如果你相信可以，那你就会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勇者，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在同事之间，我们在朋友之间，我们都可以做一个说好话的人来影响别人。虽然他们不懂我们，虽然他们可能讲的话好像比我们还要会讲话，不用怕。会讲话，有可能他是像刚刚牧师讲的那三种其中之一。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神教导我们如何学习说好话。这种人说好话境界最高的有几个？他们深知到言语可以造就人，也可以毁灭人。有几个？第一个，因此遇到狂妄的人，他们能够倾听同理啊。好，如果你遇到那个凶神恶煞，你不会逃开了。所以我记得之前我们在去年教会有一群年轻人跑到教会来，他们是中辍生。当这些人进到教会，你是怕的。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担心，会不会他带给教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是实际上，我觉得教会如果是一个爱神的人，有很多每一个人都是会说好话的人，我们是可以祝福这样的人，我们是可以帮助这样的人。这个礼拜有一天晚上很晚，我刚好要去缴卡费，缴这个电信单。在缴费，我去到 7这个侨富门市，我进去的时候，我遇到了很久没有遇到的年轻朋友，2位女生，然后还有跟着她的好朋友，那在那当中我就说，好久不见呢。然后她很自然走到我旁边，牧师，我就最近我升高中了，他直接就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他的事情我就知道，感谢主，去年我在跟他建立的关系里面，我跟他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是有的。你跟一个人如果没有关系，他不会跟你一开始就跟你讲他的状况，不会的。所以我知道我跟他是有关系的。当我跟他有关系的时候，过去他可能是一个狂妄的人。过去他可能是一个自夸的人，可是因为在那当中，我就能够倾听他的同理的时候，我就开始把握住，在那一次晚上，可能短短的10分钟，我把我的费用缴完，我就走到他们旁边，跟他们3个开始讲话。哇，那你们最近打算怎么样啊？我们教会大家很想你们呢。后面这句话，我不晓得是不是大家所有人都会想念他们，因为或许大家也不认识他们。可是我讲这句话，你知道带来什么效用吗？我说 ：“Hello， 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你们。”他说：“真的吗？”注意哦，当他说“真的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期待被关怀，他期待被重视。所以牧师为什么提醒大家？我们每一个人情绪，每一个人不好，可能行为上有不 OK 的孩子，我们不要拒绝他们，因为再怎么样，
我们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们。当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不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认同他，你没有办法认同他，你就没有办法把神的爱带给他。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让你认同，你要告诉自己，是因为我还没有认识他。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哈。所以记得，说好话的人，他遇到狂妄的人，他会懂得倾听同理。好，遇到驽钝的人呢，他们会懂得静心引导过去牧师是只要遇到那种只要心思比较驽钝比较缓慢的人，我说这个教过几次啊？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这个上次我就跟你讲过了。甚至我知道这种人我还会提醒他我跟你讲如果你不照着我这样做你下次可能会怎样这种比较驽钝的人，我已经知道他可能会接下来的下场是什么。所以在那当中，我发现过去的我不是一个静心引导的人，所以我就慢慢的调整我自己，告诉我自己，我的讲话，我刚刚对他做这些动作，讲这些话，我觉得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神就帮助我，让我知道这样的人他有他的需要，你要怎么样来引导他。第三种，遇到自卑的人，说好话的人，他们会懂得鼓励支持自卑的人，他实际上就是因为遇到困难，遇到这件事情，他不知道怎么解决，他有难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就鼓励他，放心，上帝会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有什么需要？今天祷告完了，不是结束了，你要随时跟我讲我很乐意跟你分享，也很乐意再听你说你的困难，这样 O 不 OK？ 你讲这些话应该蛮不错了吧？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听到，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他可能很伤心，伤心到自卑，不知道自己怎么走下去。如果你愿意鼓励他，用神的话，甚至说好的话来支持他，我相信他会站立起来，他会勇敢的走出去。好，第四个，说好话的人，他遇到疲乏的人，他会懂得辅助善待。好，所以今天牧师帮助各位，让大家明白，当我们遇到很多人都是在疲乏当中，为了生活，为了功课，为了他人生未来的目标，甚至工作要如何再去转换的过程，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我们必须要学习辅助他们，善待他们。那我们就要求神给我们有充足的智慧。我们从刚刚这个文章当中，这个提到说好话的人，他提到一个人说好话，说话的模式是可以形塑一个人的未来。你听牧师讲完这些，你会发现，的确，在很多生活周遭当中，我们很少缺乏，我们很少去好好说一句好话，甚至帮助一个人来勇敢的走下去。普遍应该会讲的大概是，除非是你的亲人可是亲人又有分亲人他如果他坚持要走自己的路你也好像也有点难一样，也不知道怎么样再跟他做提醒。所以其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认真的去说话。是我们自己的耳朵，我们怎么样知道听到人的说话？其实我们先学习听自己的声音。你要先知道你自己，你才有办法去了解别人。如果你不了解你自己，我相信你也无法去了解别人，因为我觉得自己应该是最容易看出自己的问题，然后也知道自己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的一个人。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先学习做这样的事情。当我们能够将自己所要说的话，一句句的把它带进你的心中。你注意我再讲一次我们所讲的话带进你自己的心中，你会开始转化出你的思想。我要怎么样去改变？我要怎么做调整？甚至呢，会形成我们一个意念。好，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现在缺乏什么，我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我要透过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自己，来彰显自己，来带出一个有行动力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的言语就会创造出了一个真实的自己。我再讲一次刚刚的顺序，我们的讲话虽然我们好像是用脑袋所想的事情在讲话，可是一定要用心。所以我说你要带进去你的心里面，从心里面转化成为一个思想，知道我讲这些话是有目的的，
是要为了我自己或为了别人的生命带来不一样的祝福，所以它会成为一个意念。所以我们救人的方式、帮助人的方式就会变得很习惯了，而且你会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在教会，不管是服事也好，或者是说话也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懂了吗？好，所以我时常问年轻人说：“你为什么？你知道来教会，你的感受是什么？”他们会说：“温暖。”我说：“那温暖，那带给你的温暖有什么帮助啊？有帮助是会有热情的，有温暖的是会让你有动力的，对吗？好，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讲话，真的带来一个人很重要的。所以雅各书3章5节，我们一起来读哈。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所以话语的能力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一个人所说的话，不仅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力，甚至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一起学习，做一个学习说好话的人。每天对我们身边的人说出你可以的，你会成功，你会有喜乐，你会有盼望，你会有祝福。让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我们所说的话，对未来产生期望。好，所以牧师，我也在检讨我自己。每次我站在这边，我的讲道到底有没有给人盼望，还是让人昏昏欲睡，想睡觉，听不懂？好，所以我也慢慢在转换跑道，求神帮助我，让我有更多的智慧，从神的话语里面教导我。因为每次我站在这里，不是只有我们，现在还有媒体，所以他会有，我也曾经观看过，平均下来多久下来，大概有30-40个，甚至到100多个。我就去想到那些讲话的名人，哇，好几万人。你看那些网红们，他们讲的东西只是娱乐生活，却可以让人那么多人会去想看想听。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的生命，难道不就是从上帝的恩典里面去得着那丰盛的爱吗？可是我们却不常去讲爱，我们也不晓得怎么样去行动。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个勇者，是去时常传递什么是讲好话的祝福，来祝福更多的人，来改变这个社会环境。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恳求你赏赐我们智慧，赦免我们的罪。在许多的事上，我们与人的关系，在所说的话语上面，我们就透露出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不足软弱，欠缺的生命智慧。当我们在言语当中习惯用情绪，透过说人坏话来高抬自己的身份与地位，甚至我们喜欢充满华丽的言辞来显现自己生命的高贵，我们却忘记了自己的生命的样貌是如此的虚假、欺骗的样貌。主啊，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的生命学习来到你的面前，是真实用心灵与诚实的生命，看见自己生命的空缺，是需要神的话语、神你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心。恳求你赏赐智慧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所得到的信仰生命是大有能力的言语。在言语上，我们能够说出造就人的好话。当我们遇到性情暴躁、狂傲的人，我们懂得用爱心去倾听他们的需要。当我们遇到迟缓生命的人，恳求你使我们不急躁，帮助我们懂得静下心来学习引导他们。当我们遇到没有信心、自卑的人，我们也要学习鼓励他们，用代祷来支持他们的生命。当我们遇到有病痛、软弱、疲乏的人，我们能够学习委身成为他们的帮助，如同耶稣为门徒洗脚一样的行动，辅助善待他们。主啊，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生命，
为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见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也是真正属神所爱的教会儿女应当有的样式。愿你今日所教导我们如何做一个智慧的人，如何运用我们的口来说出造就人的好话，这么美好的应许，生命的功课，来滋润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学习，我们也愿意领受。愿一切的荣耀归给天父上帝，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在你面前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每周六的晚上同一时间6:30，欢迎你，也期待你去寻找你就近的教会，到神的面前，到上帝的教会，一起领受神丰盛的智慧。愿大家平安，愿你喜乐。